你昨晚睡得好吗？不好，为什么？因为被子太轻，压不住我想你的心啊。用我牛吃草造个句子，你可以吗？你不会。正确答案是牛吃草。那我呢？我吃你啊。我和其他人不一样，其他人只想陪你睡觉，而我只想陪你赖床。晚上请你吃紫薯好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晚上你只属于我。如果超过11点还有女生愿意跟你聊天的话，你就可以这样撩她。突然想起你，我没有刻意去想你，只是熬夜顺便想了你。或者你还可以这样说，昨晚喝多了好想你啊，但是第二天清醒过来才发现，想你和喝多了没关系。你学会了吗？关注暖暖，每天带你撩妹啊。在男女相处初期的时候呢，一般男生都会找话题聊天，但是聊着聊着就没有话题了。其实和女生聊天的时候呢，大部分男生都不知道气氛也很重要。如果让他觉得你和他聊天的过程是很开心的，他就会期待每一次和你的聊天。教你一个方法，保证能够让他开心。这个方法就是模仿他说话的风格和他说话的习惯。比如女生和你说，你再这样我不理你啊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摸着她的头说，你再这样我不理你咯。你明白了吗？关注暖暖，了解更多撩妹小技巧。关系不到位，撩啥都白费。什么样的关系说什么样的话。跟刚认识的女生，你可以说，我一般中午出现，不然我怕你早晚会爱上我。跟暧昧的女生，你可以说，我讨厌不专一的女生，但如果是你的话，我讨厌不够帅气的自己。跟表白的女生，你可以说，我好不容易动次心，凭什么我要憋着呀？学会啦，点个关注啊，每天带你撩妹。男朋友其实是一个很高危的职业，你每天亲他的脸都是粉底液的味道，你每天亲他的眼睛也都是眼线笔和眼线的味道，你每天亲他的嘴也都是口红的味道。如果你不给他买好的化妆品，说不定哪一天亲着亲着就挂掉了。你觉得呢？当你喜欢的女孩子或者是你女朋友问你，你以前交往过的女孩子都是什么样子的呀？记住，你可以这样回答，只有你才算是女孩子。女生问你一些送命题，该怎么回答呢？比如你身边这么多女生，肯定很会撩吧？这个时候如果你回答是，那么女生就会觉得你好花心啊。如果你回答不是，女生肯定会认为你骗人。这个时候你可以把问题反抛给对方，你可以这样说，你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吃醋了呀？女生通常说没有呀。你可以说，咱俩这个关系你能不吃醋吗？女生说，那我要是吃醋了怎么办呢？你可以说，那你还不赶快给我表白呀？学会了吗？关注暖暖，每天带你撩妹啊。在网上聊女生，这4句话打死都不要说。第一句，美女在吗？一看就是妥妥的中年油腻男的形象。第二句，头像那么好看，是本人吗？这就好像我对你说，你车那么好，是你自己的吗？第三句，发张自拍看看呗，人家又不是你女朋友，刚认识，甚至连朋友都不算，人家凭什么给你发自拍呢？第四，不让你给女生要自拍，然后你就把自己的自拍发过去。如果是直男自拍，真的是很致命呀，还有一些秀肌肉的呀，秀车的呀，给女生一种很装的感觉。了解了吗？关注暖暖，每天带你撩妹啊。